金孙，这出泰国电影内底有的词听起来，你可能会想讲，伊咧讲的，我敢若听有呢。阿妈食未？食了，你一心饭。毋若电影内底有，还阁有食的粿条、粿条、咸菜、咸菜、点心、点心、素。酥。语言学者甲这的话当作是闽南语内底的一种方言，源头就是现处是中国广东外海上北边的潮州汕头这带，搁向北边去就是福建的漳州。是安怎泰国话内底会去念到中国的潮州话？这就要讲到潮州人落南洋的历史啊。从宋朝甲元朝，潮州人就开始亚洲大冒险啊。迄阵出走的人也无济，大部分是坐船去甲即卖的菲律宾、柬埔寨、印尼、泰国甲越南这个所在做生意。到17世纪，1644年，满洲人入关，明朝 Game Over。早前甲满洲兵下死命拼输赢的福建人甲广东人，因是错咧等，都惊满洲人来清大笑。1660年代，清朝政府下迁改令，外海庄仔头拢去互拆了了，而且甲原底靠海咧食青的讨海人、盐工甲生理人迁徙起来了，放牛食草。真侪潮州人孤不离三种，转过咸水，走路去泰国甲越南。1691年，法国派去泰国的使者回报讲，从1680年代开始，有3、4千的唐人伫暹罗生活。到清朝中期，来到泰国的潮州人愈来愈多，总是即阵来的，拢是要来讨赚的较济。1722年，暹罗使者甲清国的康熙皇帝讲，暹罗的米俗够大碗，买着算你赚着啦。康熙一个听到，就决定甲暹罗订30万石，搁免税。这个米拢再去福建、广东甲宁波，要互这个百姓食会饱。等到雍正做皇帝，清国甲暹罗米的买卖搁进一步发展。这米嗲咧，理想煞变做官员。政府还阁颁奖表扬高的真出色的进口商，这内底竟然有7个，都是为潮州填海来的。不过，暹罗从阿如多亚王朝以来，对外的贸易拢是王室的花，甚至阁派军队去中国做生意。王室的贸易船，船员的名单一个展开，全是唐人，暹罗人颠倒无几个。反正你会阁想讲，中国东南沿海有泉州人、漳州人、广东人甲客人，这尔侪族群的唐人，是安怎偏偏是潮州人？伫咧暹罗通好食好做轻巧。原来伫咧18世纪中期，暹罗发生一件大代志，阿如多亚王朝甲缅甸相战，规个国家去互缅甸灭掉。这个时阵，一个潮州的生理人，甲在地女性生一个后生，叫做郑信，是伊改变这个世界。伫1768年，伊建立吞武里王朝，互暹罗重新站起来。后来暹罗虽然拍赢缅甸，战后犹原是欠人、欠钱，搁欠粮食。加在郑信出这部绝招，伊为潮州苦人来到暹罗生活。1830年代，伫咧暹罗的港口，上侪人咧讲的，毋是暹罗话，竟然是潮州话。一个真出名的美国学者施根雅，伫咧1955年的研究，伊讲1850年，规个暹罗有30万的唐人，其中11万是为中国来的第一代移民，19万是已经在地化的华裔后代。算算的这内底，潮州人就占40%至56%。自安呢，潮州话毋若正做暹罗唐人主要的语言，
真侪语词嘛调伫当地，成做首都万国的通用语。先开始，咱讲潮州话听落甲台语不了成，若用语言学的观点来看，算是闽南语系内底的亲情。中国从2000年前秦汉时期，就有中原人小连线迁徙来到遮。若要讲真正大规模的移民，就要等到唐朝高宗迄当阵。苏东时，唐朝政府派陈靖甲陈元讲因爸仔囝，带兵平定泉州甲潮州的民变，顺线开设漳州。战煞了后，几啊万的官兵归去全点伫咧漳州甲潮州定根。唐朝买期了后，伫咧6朝时期，就率来闽南的中原人，有一部分的人阁搬去潮州汕头地区。这批移民是福建闽南方言甲粤东闽南方言分开的起点，总是因为源头同款。现处时，若甲两边声母、韵母甲掠来比，还是有真侪相共的所在。可比讲台语的水甲手这两字，潮州话同款嘛安尼讲。漳州甲泉州是闽南地区真佳雅的所在，人来来去去，因为甲外围的语言有交流，所以有较侪变化。但若地理位置较压贴的潮州汕头地区，就要是保留真侪古早的闽南语音，袂输是语言的外化州。不过因为潮州汕头较外广州，所以嘛有受到广府文化的影响，真侪本土音拢较外广东话。为语言内底会当看到咱人浅显的分野，用潮州话独有的腔口甲声哨，讲出这段大海的历史。